维吾尔族教授被判重刑，有人权专家估计，中国有超过100万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被关在反极端主义中心，另有200万人被迫进入再教育营。今日有消息称，关押在集中营里的人开始被判重刑。据报道，前教育局副庭长沙塔尔·沙乌提被判死刑，缓期2年执行。著名维吾尔族批判作家亚历坤肉孜被判5期徒刑。莫斯科经商的3名维吾尔族人回国后在机场被捕。中国当局不断强化东突厥斯坦的高压严打的同时，加大对海外维吾尔族人的压迫。常年居住在俄罗斯的维吾尔商人越来越受到来自中国的压力。中国当局要求他们尽快回东突厥斯坦接受政治教育。据说3名维吾尔人回国时在机场被抓。在印度普纳省举行的国际笔会会议上，一些国家代表团呼吁中国关闭在东突厥斯坦建立的所谓教育转化营。国际笔会维吾尔中心的2名维吾尔作家赴印度参加国际笔会年度会议。在25日的举行分组讨论中，维吾尔代表向各国代表介绍了东突厥斯坦集中营的情况。瑞典、丹麦等国家的笔会要求中国当局必须关闭该设施。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指责中国企图干预美国11月6日的国会选举，在政治上伤害他，原因是他对贸易的强硬策略。特朗普主持联合国安理会，并在会上发表讲话。他表示，他们不希望我们赢，因为我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在贸易上挑战中国的总统。一架美国空军 B-52H 轰炸机飞越南中国海进入中国宣称为防空识别区的海域。美国官员告诉路透社，美军 B-52轰炸机本周飞越南中国海附近，目前正逢美中紧张关系升温之际，此举很可能激怒北京。据报道，带有核物的轰炸机是由日本战斗机护送。